繼續新聞時間，有地產商認為董建華提出嘅房屋政策唔會對私人樓市同地產商造成影響。黃素明報導。對於董建華話會增加住屋供應量，華懋集團嘅龔如心認為對私人樓市影響唔大。佢嘅唔係佢供應嘅係一般嗰個居屋啊嗰啲嘛。咁即係對於私人樓宇嗰個即係買賣嗰個市場就應該唔會有大影響。應該冇大影響，唔同嘅市場嘛。而長實主席李嘉誠就對特區政府話喺有需要嘅時候會採取措施打擊炒樓，有咁嘅回應。你覺唔覺得咁樣對你有影響咧？冇影響。房屋委員會委員李永達就批評董建華冇提出即時解決樓價高企嘅方法。咁啊，可能啲炒家咧就而家就輸休氣，嗰啲用家咧就谷住道氣仲係。咁我自己驚咧喺呢個建議之後咧，嗰個炒家可能會考慮重新入市。有學者就表示，只要特區政府加快批地，董建華提出每年供應唔少於85000個住屋單位係可行㗎。香港過去嗰10年咧，有好多嘅資源咧調撥咗喺起機場同埋其他嘅鐵路嘅供應嗰方面嘅。咁當呢啲基建項目相續咁落成之後咧，有足夠嘅資源咧可以轉移去起呢個房屋嘅。咁另外咧就香港嘅政府嘅財政嘅儲備好足夠。不過黎偉聰就擔心加快建屋計劃可能會加劇本港通脹。無線電視記者黃淑明報導。